大家好，又到2026年啦，今日為大家大眾占卜。今日個主題就係2026年1月份整體運氣如何。第一組嘅朋友就係風天小畜，象徵積蓄同埋養精蓄銳。而家仲未係去到發展大展階段，都係累積緊你個經驗啦，你嘅人脈啦，同埋調整緊心態嘅階段。凡事都唔可以急，要逐步嚟。喺財運方面係少有積蓄，收入穩定，但係就唔會有大財即刻入到你嘅荷包裏邊嘅。建議都係逐步累積緊你個財富啦，你個經驗啦，咁同埋注意收支平衡，唔好過多呢個無謂嘅花費。喺感情方面呢，就比較含蓄，交流唔得直接。單身嘅你就係因為咁樣就好容易有啲曖昧啦、慢熱啦，所以要比較直接啲，達到你想要嘅嘢呢，就要直接表達，同埋要耐心培養。有伴侶嘅朋友呢，喺呢段關係裏邊呢，要多多理解同埋包容，避免有啲小事因小事嚟到嗌交，相嗌唔好口。建議用啲柔和嘅溝通方法，唔好太急躁，多多體諒對方。喺事業方面就進展緩慢，因為你而家個基礎正喺度累積緊。呢支卦提醒你切忌氣餒，因為你個成果會有肯定的。總結，風天小畜2026年1月嘅運程就係要有耐心穩健嘅方式去度過，因為你呢個月係打好基礎月，所以呢個月要係養精蓄銳嘅，做好自己本分。B 組嘅朋友，呢支卦就係震為雷，震為雷係象徵雷動、驚醒、啟動。新嘅一年，環境啦、人心啦會有震動同埋變化，同時亦都帶來驚醒同埋突破嘅契機。財運方面會有波動，因為外圍環境或者突發事件令到你個財運會有起落，但係亦都係因為震動而有機會開啟你嘅新嘅財政來源，所以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。喺感情方面，感情嘅互動可能會出現突發狀況，或者有意外嘅驚喜。單身嘅朋友可能突然間遇到一份新戀情，會帶來特別心動嘅感覺。有伴侶嘅朋友要注意，會因為有啲小事，大家會有爭拗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大家個脾氣，避免一下爆咗出嚟。盡量控制好自己嘅情緒。喺事業方面，可能有新嘅挑戰或者變動，環境唔穩定，但係另外一方面都係有充滿機會。健康方面呢，因為周遭環境變化大，令到你有壓力，所以好容易會有焦慮而影響身體，所以要注意呢方面嘅健康管理。震為雷喺2026年1月份總結，係提醒大家外圍環境隨時會有突發事件，只要保持冷靜，靈活應對，唔好害怕周遭環境轉變，就會將驚醒轉化為成長。第三組嘅朋友係澤地歲。呢支卦簡單解釋就係要聚合、匯聚同埋人脈，參與社交、團隊合作同埋群體活動。財運方面，呢支卦就係因為人脈或者合作方式得到群體嘅力量而獲得嘅收益，即是話合作嘅形式出現嘅財運。喺
喺感情方面，如果單身嘅你參加多啲聚會啦、活動啦，咁可能就喺群體之中揾到你另外一半啦。有伴侶嘅朋友，如果參加多啲對方嘅朋友嘅社交活動啦，或者佢哋對方嘅家庭活動啦，就有助於感情嘅升溫。事業方面就適合喺團隊發揮充分嘅合作，而大家一齊去衝呢個成績，或者係協助你嘅上司啦、老細啦，去建立多啲人際嘅網絡，嚟做多啲有關事業嘅擴展。呢方面都係一個合作嘅形式，用人脈嘅力量將事業再推進發展。總結2026年1月份擲地歲呢支卦象提醒大家，係要建立一個人脈網絡，參與多啲群體活動，匯聚多啲力量，無論喺財運、感情或者事業上，都通過呢啲合作同埋交流嘅機會，就會迎來更好嘅發展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更貼心嘅意見，歡迎隨時 PM 我，歡迎收睇。